地面打湿，准备下雨，我们准备实拍了啊！先把地上湿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机器包好了以后，他们摄影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啊！雨呢？雨呢？雨呢？前景的雨不够，前景的雨不够，乱七八糟的。我们再保一条，走的比这个现在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好，哎，辛苦啊！哎，来，再来一下。我们跑一条，跑一条。走，人入画，人入画。好，再来啊！范老师速度快一点，换一个方向再来一次。好，回来。哎，这个好。我们再来一下啊。范老师手有点动态啊。哎，对。这个摔稍微猛一点。对。好，看，这条不错的。跑出去！好，看。哎，不错哎，特别好。像个小梦前面那个太轻盈了，有点像那个农村模特队的那个。我觉得范伟老师是非常非常敬业的演员啊！就上来我们拍雨戏，连续淋这个4天雨，这里就是那么潮湿，他这里没有任何一点点怨言，说来多少条就来多少条。